活到100歲先知道用一個豬心嚟燉湯啊，作用竟然咁犀利㗎，解決咗家家戶嘅煩惱。嚟，一齊嚟睇下點樣做啊！呢個係一個古老嘅方法嚟㗎。俗話講，一晚瞓唔好啊，10日都補唔返啊！如果經常係咁啊，鐵塔都頂唔住㗎。晚上啊，覺知唔好嘅2、3點鐘仲喺度彈彈跳跳。今日呢個湯啊，你千祈唔好多飲啦，咪一陣間瞓到9點10點啊，冇鬧鐘你都唔知醒嘅。嚟，今日嘅主角只要有2個，一個係豬心，一個係酸酒仁。呢個酸酒仁對覺知係非常有幫助嘅。首先呢，第一步先將豬心清洗乾淨，跟住呢就切開佢。切開入邊之後，再界一界，分開少少，咁樣煮啊就先至入味嘅。切開後，然之後再清洗一下，將嗰啲血水啊全部清洗乾淨佢，其他就唔使噶啦。再過一過水，咁樣煲出嚟嘅湯啊，先至乾淨清晰啊。首先放入豬心、酸酒仁、乾百合、巴旦木、土茯苓、玉竹、鐵筋山藥、桂圓肉，有條件嘅可以多加2碗清水啊。扣蓋煮佢40分鐘就得噶啦。差唔多啦。哇，煲得出味啦！大家睇下，哇，超正啊！哇，你睇下啲咁勁抽嘅藥材，超級香啊！將豬心撈出嚟先，嚟，好。切一切佢更加正啊！好有彈性啊！哇，太熱啦，一陣間先切啊！好，開工開工，朋友們，我將自己終身受益嘅養生食療小妙招，毫無保留咁分享俾大家，可唔可以雙擊點個免費嘅小心心，鼓勵同支持一下，萬分感謝啊！幾正！再放返鑊入邊，再煲一煲呢啖湯啊，仲正啊！扣櫃再煲佢10分鐘就 OK 噶啦。OK 啦 OK 啦。老一輩嘅人講啊，食咩補咩。呢個湯啊，如果你想一朝瞓到大天光嘅話，咁你就要勤力啲煲嚟飲啦。哇，你睇下啲料幾足，哇，咁樣煲出嚟嘅湯啊，先夠濃啊。如果你覺得麻煩嘅，你就可以好似我咁買呢種調好嘅一整包湯料，入邊啊各種各樣都已經同你提前配備好噶啦。樣樣齊全啊，又方便，屋企用啊好方便嘅呢種煲廣東靚湯1級啊。呢個就係古方書入邊記載嘅酸酒仁豬心湯啦。我老豆啊同我老媽子呢排瞓得特別香啊，多虧咗呢啖湯啊，覺得實用先至分享俾大家。如果你啱好有需要啊，一定要試一試啦。學識咗點讚收藏一下，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啦，試一啖先，超級正啊！